嗱，上回我哋講到啊，李征有住7000人馬，就喺豫州城山喺城門繼續同朝廷軍隊作對啦。咁為咗鼓舞士氣啊，佢一下子任命咗500幾個官，其餘嗰啲士兵呢，佢每個人發咗個備兵符，相當於護身符啦。話只要帶咗呢個符呢，刀槍不入噶啦。佢仲揾咗班道士和尚過嚟念經作法，祈求神靈保佑。話只要佢哋一念呢，敵人打唔入嚟嘅。咁當然啦，備兵符又好，道士念咒又好，遇到真刀真槍都係嘥氣嘅啫。嗰啲士兵一睇，該死仲係死，該傷仲係傷，所以呢就冇人再信李征嘅說話啦。豫州城啲老百姓，仲有佢嗰7000士兵，就紛紛棄城走佬。咁眼見回天無力啊，李征身邊啲人對佢話：王豈能坐待鹿肉？結果李征長嘆一聲，同老婆仔女女婿一齊自殺。從起兵到失敗前後只有17日時間。咁原本轟轟烈烈嘅宗室聯合造反，做到最後呢，就只係剩低李征父子2個，而且2個人加埋起兵嘅時間都唔夠1個月，造成嘅影響呢，仲比唔上4年前李敬業叛亂。呢個情況講明經過呢幾年統治，武則天對於全國嘅控制力更加強啦。咁好啦，接住落嚟，武則天要點樣處置其他嗰啲宗室呢？佢又想做皇帝噶噃，咁李唐宗室梗係要消滅噶啦，血統係原罪嚟嘅。咁但係咪如宗室所猜想嘅，武則天真係想趁佢哋喺洛陽參加典禮嘅時候一網打盡呢？咁又未必噃吓。事關咁無啦啦殺晒啲宗室呢，就冇理由嘅。一下子打擊面太大，亦都好容易造成動盪。咁佢召集李唐宗室過嚟洛陽做咩嘢事呢？我哋睇翻轉頭武則天好可能呢，用嘅係36計之中嘅一計，打草驚蛇，引蛇出洞。我嚇嚇你，等你覺得我想殺你嘅，你唔甘心梗係造反噶啦。你一造反呢，我更加有理由殺你啦。咁實際上整個形勢亦都係按照武則天嘅預期發展嘅。跟住落嚟呢，武則天就決定好好地利用李征父子呢個叛亂案件啦，將宗室嘅人全部網羅到呢件案裏邊。於是佢就揾到監察御史蘇響嚟審理呢件案。咁按照武則天嘅諗法經過自己咁多年嘅淫威，呢班大臣應該好知佢心意至係噶，而且應該會盡心盡力執行嘅。但係諗唔到呢個蘇響呢係個謀理嚟嘅，佢又居然話揾唔到其他宗室同李征父子有牽連嘅證據噃。咁一嚟，武則天真係厭悶。咁當然喺內心深處武則天仲係敬重好似蘇響啲咁耿直嘅人嘅。你蘇響唔用得其他人可以用噶，所以呢佢亦都唔為難蘇響啦，只係同佢講話：卿大雅之事，就唔當別有任使，此欲不必卿也。然後呢就將佢打發咗去河西做監軍。咁唔用蘇響，用邊個呢？武則天換咗個大名鼎鼎嘅人物噃。呢個人姓周，名馨，外號叫做牛頭阿婆。佢個樣生得慈眉善目，但係心如蛇蠍嘅，係所謂酷吏嘅代表人物。咁經過周馨一番審訊李唐宗室謀反案好快有結果啦。越王父子喺8、9月間敗亡，跟住落嚟呢，宗室嘅核心人物韓王李元嘉父子、告密嘅李靄個老豆老王李陵葵，仲有慷慨激昂嘅常樂公主等人，全部被逼自殺。咁為咗表明自己賞罰分明武則天就幫告密嘅李靄升咗官。不過呢個時候升官就冇用嘅，你畢竟姓李係嘛，武則天點都要喐你噶啦。所以幾個月之後佢亦都被打發咗去下邊同佢出賣嘅老豆同阿叔見面。咁而到呢個時候事情都仲未完噶。武則天真正嘅目的係為自己登基稱帝掃除障礙，所以佢要張開大網，將所有能夠威脅到佢嘅宗室一網打盡。喺垂拱4年嘅10月、11月、12月，唐高祖嘅仔
霍王李元軌等一批近支宗室呢，就紛紛俾處死。其中就包括唐太宗個女成陽公主嘅仔，亦就係武則天嘅愛女太平公主個老公薛紹。咁太平公主雖然萬千寵愛在一身呢，但係喺武則天心裏邊兒女情長就比唔上英雄大業嘅。咁不過為咗個女呢，武則天仲係稍為發咗下慈悲，冇將呢個薛紹斬首，而係杖打100，等佢喺獄中餓死，算係保留咗個全屍啦。咁接住落嚟2年時間裏邊唐高祖個仔書王李元明、唐太宗個仔紀王李慎呢，亦都被牽連咗入嚟。咁呢2個係老實人嚟嘅，當年李征父子同我哋聯絡起兵嘅時候，佢哋係堅決 say no 嘅。咁但係知情不報都係罪嚟噶嘛，所以終於在劫難逃。咁到呢個時候為止唐高祖22個仔，唐太宗14個仔就全部死清光啦。咁我哋前面講過10位親王而家只係剩低唐高宗嘅4個仔，其中李節同埋李旦呢係武則天親生嘅。呢2個武則天畢竟唔捨得殺，就繼續囚禁起身。2個庶子李尚金同埋李素節呢就冇咁好彩啦。喺天授元年武則天係派周興、魯屈佢哋謀反，咁2個人俾押解到洛陽受審咧。李素節原本係舒州刺史，離開舒州嘅時候呢，正好係一家人出殯噃，死者家屬喊到喂喂聲啦。李素節聽咗呢，長嘆一聲就話：唉，可以病死幾幸福呢，有咩好喊先得噶？李素節嘅諗法都係有道理噶吓，佢都未到洛陽啫，就俾人勒死咗啦。病死對於佢嚟講都真係一種奢望啊！咁接住落嚟呢，李尚金亦都被逼自殺。喺《舊唐書》裏邊就記載咗100幾個非正常死亡嘅李唐皇族，而喺武則天掌權時期被殺嘅呢，就佔咗成60%。所以《資治通鑑》講呢段歷史嘅時候呢，就講咗一句話：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而被指控謀反嘅李唐皇族中人仲全部被開除出宗籍，改姓為魁，以庶人之禮下葬。呢個魁指嘅係毒蛇或者係蜥蜴呢一類嘅爬行動物。咁久傳之下，唐高祖、唐太宗同埋唐高宗3個見到自己啲子孫咁俾武則天搞法，都唔知咩感想啦。咁李唐宗室裏邊有冇人執翻嚟命仔呢？亦都係有嘅，譬如話千金公主啦，佢呢個時候竟然70幾歲噶啦。呢位千金公主同武則天嘅關係一向都幾好嘅，武則天嘅第一個面首薛懷義就係佢推薦噶啦。咁呢位千金公主係70幾歲啦，佢又跪喺武則天面前同佢講話：不如我做你個女咧。計起上嚟千金公主係唐高祖個女。佢同武則天呢係姑婆同埋侄心抱嘅關係，一個70幾歲嘅姑婆走去60幾歲嘅侄心抱面前要認人做契媽喎，呢個姿態真係夠低啦吓！武則天笑納話：好，你做我個女，咁我幫你改個封號啦吓。原來你叫千金公主噶嘛，而家叫延安公主啦，我保你可以平平安安。就係咁有一啲對武則天冇乜威脅，又肯擦佢鞋嘅宗室呢，就終於度過咗呢個攞命嘅武周革命時期啦。咁喺鎮壓宗室之後武則天原本計劃嘅拜落水、受寶圖大典呢，就如期舉行。去到第2年嘅正月初1武則天第一次着上天子專用嘅袞冕，祭祀上天。佢手執鎮圭，行初獻之禮，皇帝亞獻，太子中獻。佢呢個武氏王朝呢，終於就呼之欲出啦。武則天睇翻自己喺唐高宗過身之後呢幾年佢仲係覺得好滿意嘅。廢黜李節，囚禁李旦之後呢，佢喺李家呢個當家主婦嘅地位就毋庸置疑啦。而喺平定揚州叛亂、誅殺裴炎之後呢，亦都確立咗佢喺大臣面前嘅無上權威。而家鏟除埋李唐宗室，佢離帝位呢又行近咗一步啦。
經過佢呢一輪辣手摧花，李唐宗室就只係剩低啲老弱病殘，再都威脅唔到佢啦。咁接住落嚟嘅時間，武則天又點樣登上皇位嘅呢？我哋留到下回分解啦噃。嗱，大家都知道啊，喺清東陵裏邊，慈禧嘅定陵石刻呢就與眾不同嘅。其他嗰啲石刻裏邊，龍鳳呈祥嘅圖案呢，都係龍喺上就鳳喺下嘅。唯有慈禧陵呢就反其道而行之啦，係鳳喺上就龍喺下噶噃。咁呢一件事啊，就一直都俾人津津樂道。其實呢，呢個圖案嘅原創者就唔係慈禧，而係比慈禧早生1000幾年嘅武則天。而且啊，慈禧雖然控制中國成50年咁耐，但係畢竟都仲有一個掌權嘅太后，你話佢鳳在龍上呢，其實有啲牽強嘅。而武則天就實至名歸啦，真正係做到強鳳壓龍，做到皇帝。咁接住落嚟啊，我哋就嚟睇一睇武則天係點樣一步一步實現佢稱帝登基嘅最高目標嘅。咁喺之前啊，武則天用暴力手段先係鎮壓咗李敬業嘅造反，然後又清洗咗朝廷裏邊嘅反對派，繼而又將李唐宗室一網打盡。但係佢知道啊，暴力就只能夠令人畏懼嘅啫，唔可以令人信服嘅。咁點先可以令到天下人真心誠意咁信服自己嘅權威呢？武則天就決定啊，要好好地咁粉飾下自己先得，要將自己呢打扮成一個聖明天子。咁武則天呢個粉飾工作呢，就通過2件大事實現嘅。第一件係建明堂，第二件呢係做新寺。嗱，明堂係咩家伙呢？明堂啊，係中國儒家經典裏邊記載嘅一種好神聖嘅建築。咁據講最早嘅明堂呢，係由軒轅皇帝親手建造嘅，上可通天就下可達人。咁按照周禮考功記嘅講法啊，天子受命於天，代天治人。咁所以呢，好似朝會啊、祭祀啊、慶賞啊、選士啊等等一切嘅大典啊，都應該喺明堂舉行嘅，以便溝通天人。咁隨住儒家學說推廣啊，關於明堂嘅講法就廣為流傳啦。咁大家都知道啊，北朝民歌《木蘭辭》裏邊就有咁樣嘅一句嘅：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可見啊，受呢種文化傳統嘅影響，歷朝歷代嘅人呢，都將明堂同埋天子係聯繫起身嘅。不過雖然有咁樣個儒家傳統啊，但係自從漢朝結束之後呢，就冇邊位天子真係坐過明堂啦。點解呢？因為明堂嘅建築式樣失傳咗，後人都唔知道點樣建明堂。咁一嚟就好冇癮啦噃，好多皇帝呢都想將個明堂收起身，可以享受下天子坐明堂嘅快感。咁武則天個老公唐高宗呢，亦都曾經打算收明堂嘅，仲揾咗班儒生呢幫佢論證設計方案添。但係諗唔到啊，人多口雜，個個根據經典呢就衍生咗好多意見出嚟，討論嚟討論去，討論咗幾十年啦，唐高宗都死埋，但係個明堂連個樣都出唔到嚟。咁而家武則天想做歷史上第一個女皇帝，佢就落定決心啊，要將呢個明堂建起身，令到佢成為一個標誌性嘅建築，用人人都見得到嘅形式嚟昭告天下，自己就係傳說中嘅儒家聖王啦。咁呢個明堂究竟點樣修好呢？為咗避免再出現唐高宗咁嘅情況啊，武則天乾脆唔去揾嗰啲食古不化嘅儒生啦，而係直接揾領導叫乜就做乜，做起事嚟乾淨利落嘅北門學士，要佢哋馬上攞個方案出嚟。武則天話呢個明堂呢，唔需要面面俱到，符合經典記載嘅，只要富麗堂皇就得噶啦。咁有咗咁嘅指示啊，好辦啦。啲北門學士好快設計好明堂嘅結構啦。設計方案出台之後呢，武則天係要自己嘅和尚情夫薛懷義督辦，率領幾萬嘅勞工日夜趕工，
喺垂拱4年2月開工嘅，到當年12月都唔使1年啫，就將呢個明堂起好啦。咁呢個新建嘅明堂係咩樣嘅呢？按照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唐會要等書嘅一致記載啊，話佢坐落喺原來洛陽行宮嘅正殿乾元殿嘅位置，一共分3層，下層呢代表春夏秋冬4季，中層代表12個時辰，上層呢就代表24節氣，3層加埋呢有294尺咁高，折入到而家大概係90幾米啦，相當於故宮太和殿嘅2倍。咁李白有首詩呢就話：危樓高100尺，手可擲星辰。咁100尺嘅高樓呢就覺得可以擲星星啦，成300尺嘅明堂，將個天懟穿都得啦。而更加吸引眼球嘅係明堂出邊嘅裝飾。呢個明堂中層嘅外邊啊，就裝飾住9條金龍，眾星捧月咁捧住個圓盤噃。圓盤上邊呢就係明堂嘅最上層啦。上層嘅寶頂之上啊，立住一隻丈幾高嘅鐵鳳凰。鐵鳳凰全身呢就油咗金黃色，昂首振翅，令到下邊9條金龍呢都黯然失色嘅。咁明堂修好之後啊，去到第2年，亦就係垂拱5年嘅正月，武則天率領皇帝李旦同埋皇太子喺明堂祭天同埋祭祖，宣布呢改元永昌，接受百官朝賀。咁呢個天子坐明堂嘅景象就終於呈現喺大家眼前啦。只不過呢，坐喺明堂裏邊發號施令嘅就唔係皇帝，而係皇帝個阿媽聖武神王。咁連歷代皇帝都起唔好嘅明堂，都俾武則天起咗出嚟啦。邊個仲敢懷疑佢唔應該做天子呢？係嘛？而就喺明堂裏邊啊，武則天又發布咗道詔令噃，要改革文字。咁大家知啦，文字改革呢，事實上從古到今都一路進行緊嘅。好似我哋而家用緊嘅簡化字呢，就係文字改革嘅產物啦。不過武則天改革文字呢，就唔係想簡化漢字、規範漢字吧，而係佢好相信文字嘅力量嘅。譬如話佢幫每個細路起名啊，都有特別嘅含義嘅。而到呢個時候呢，佢又要改革一啲關鍵嘅文字，令到呢啲文字有特別嘅含義。大家一睇呢啲字呢，就會樹立起新嘅人生觀同世界觀噶啦。喺在初元年嘅正月啊，武則天啊頒布咗第一批新文字，一共有12個，全部都係常用字嚟嘅，包括天、地、日、月、星、君、神、在、初、年、正同埋照。後來啊，又增加咗正、壽、聖、國、人等等字。咁到底一共做咗幾多個呢？就講唔多清啦。而呢啲字啊，全部都好有意義嘅。譬如話君字呢，就係天下大吉4個字合埋嘅。咁意思呢就係話做君主嘅人呢最吉慶噶啦，所有吉祥嘅事都圍住佢轉嘅。咁啊，相當於清朝講聖天子百靈相助咁。同君相對嘅呢係個神字，呢個神點寫嘅呢？係個一字加個忠字，要求神只要一心一意忠實於君主。咁呢啲字啊，從在初元年到神龍元年就喺全國推行，咁到而家就成咗我哋為呢一個時期嘅古書斷代嘅重要依據啦。咁武則天呢啲新字究竟改得好唔好呢？有一派人呢就話好嘅，譬如話民國嘅婦女運動先驅張默君呢，就曾經寫詩讚武則天嘅，話佢天馬行空天運開，天教淵道以經才，大洲文字分明在，獨創千秋史成來。佢認為啊，武則天啲新字就好似武周王朝一樣，必定係彪炳史冊，輝耀千秋嘅。咁當然亦都有人話呢啲字係唔好嘅，事關呢啲字呢就唔符合文字發展嘅客觀規律，純粹係監生作出嚟嘅啫。咁隨住武則天統治結束啊，大家都唔識呢啲字噶啦，去到宋朝啊基本上失晒傳。不過有一個字呢就唔會失傳嘅，就係武則天幫自己改嗰個名趙字。咁只要中國歷史喺度啊，我哋都要面對呢個字嘅，
因為中國歷史呢就永遠都兜唔開武曌、武則天呢個人物吓。嗱，上回我哋講到啊，武則天修建明堂，改革文字，一步一步樹立自己嘅權威。但係按照中國古代嘅政治傳統啊，統治者需要得到合法嘅統治權呢，就唔可以淨係靠呢啲自我炒作嘅，仲需要天意同埋民心嘅支持嘅。合法嘅統治者呢，就必定係天命所歸、民心所向。咁喺呢兩方面，武則天係點樣做文章呢？咁開講有話啦，天意從來高難問，天意呢高深莫測嘅，好難估嘅。不過中國古代啊，就發展咗一套天人感應理論，話天同埋人呢係息息相通嘅。天嘅意志啊，必定會通過啲具體睇得見摸得着嘅事情啊表達出嚟嘅。咁呢啲事情呢喺中國古代就稱為祥瑞。咁有咗呢一套可操作性好強嘅理論啊，接落嚟點做呢？大家諗辦法啦。所以從武則天需要做皇帝嘅時候開始啊，啲祥瑞呢就不停咁湧現啦噃。譬如話喺垂拱2年啊，雍州嘅新豐縣發生地震，地塊往一個地方一逼呢，就湧咗個土堆出嚟。咁呢個祥瑞喎，土堆呢唔好叫土堆啦，叫做慶山，吉慶之山嘅意思。咁所以啊，新豐縣呢就馬上改名叫做慶山縣。咁仲有我哋前面講過啦，唐同泰從洛水揾咗個石頭，上邊寫住聖武林人永昌帝業。咁呢個亦都係祥瑞啦。武則天啊接手呢個石頭，不過改做名呢叫做天壽寶圖，然之後就自稱係聖武神王啦。咁跟住落嚟啊，又出現彩雲環繞太陽嘅天象，咁呢個亦都係祥瑞啊，叫做慶雲抱大太陽。咁啊，萬物生長靠太陽，咩都圍住太陽轉嘅，太陽啊武則天啦。而為咗證明自己天命所歸啊，武則天啊不停咁搞啲祥瑞出嚟，甚至主管教育嘅國子祭酒上任第一日，按照慣例呢，應該係開講儒家五經嘅。去到武則天呢度呢，亦都改埋唔講儒家經典啦，而係改判祥瑞按3道，攞3個祥瑞出嚟，詳細解釋下咩意義。咁呢個做法呢就好巴閉噶噃，用官方嘅手段對於祥瑞嘅理論化咁解釋，一下子呢搞到好深刻啦。所以呢段時間啊，啲祥瑞固然層出不窮啦，對於祥瑞嘅解釋呢係亦都五花八門嘅。咁當然官方係有個大方向嘅，總之係引導大家相信武則天稱帝呢係眾望所歸。嗱，咁武則天雖然利用儒家嘅天人感應理論，但係呢套理論裏邊亦都有啲問題嘅，就係傳統儒家教義呢就零舍反對女人執政嘅。武則天派人揾勻啲儒家典籍啦，都揾唔到邊句說話呢講女人可以做皇帝嘅。而且啊，當時仲有人打住儒家學說嘅旗號，就反對武則天當政。譬如話前面提過嘅垂拱2年，新豐縣湧咗個土堆出嚟啦，群臣啊紛紛恭賀話天降祥瑞。但係有個叫余文俊嘅書生呢，就上書話無啦啦湧個土堆出嚟，就好似人身體唔舒服生瘤一樣啫，邊係祥瑞啊？分明係災變。而家太后大權獨攬，反逆陰陽，所以老天爺降下災變嚟警告，希望太后可以退回後宮，若然唔係必遭天譴嘅。咁搞法呢，搞到武則天啊好尷尬啦。所以佢就覺得啊，要靠儒家學說嚟支持一個女人做皇帝呢，實在係有難度嘅。咁點算好呢？大家知啦，唐朝嘅主流信仰啊，係儒道釋3家並存嘅，各佔一席之地。咁既然儒家學說搞唔掂啦，咁啊睇下佛家同埋道家啦。好顯然啊，喺呢2家裏邊，道家都係唔得嘅。事關道教嘅祖先呢，係太上老君，即係李耳，而李唐皇室啊奉佢為祖先嘅。咁你攞人哋嘅祖宗嚟加人哋子孫啲命，點諗都唔對路噶。所以剩低落嚟呢，就只有佛教啦。而講起上嚟啊，武則天同埋佛教呢，
淵源係最深嘅。佢阿媽楊夫人啊係虔誠嘅佛教徒，佢自己後生嘅時候呢，亦都係錦葉寺做過師姑，對佛教本來有感情嘅。後來佢收咗薛懷義做面首，亦都將佢放到寺廟裏邊做和尚。咁所以而家佢又想利用下佛教咯噃。於是呢，武則天就揾咗薛懷義過嚟，交咗個任務過佢，要佢呢搞一個佛教界嘅理論研討班。研討咩嘢呢？就係專門研討佛教經典裏邊有冇邊一條記載話女人可以執政嘅。咁啊，薛懷義接咗呢個任務呢，真係有條件要上，冇條件啊創造條件都要上噶啦。咁最後啊，喺佢同東魏國子嘅和尚發明嘅不懈努力之下呢，就終於揾到部經典噃。呢一部佛經呢叫做《大雲經》，全稱係《大方等無想大雲經》。咁啊，《大雲經》一出嚟呢，武則天啊精神啊！點解啊？事關裏邊講咗一個天女淨光嘅故事。呢個故事講啊，佛告淨光天女言：天女將化為菩薩，即以女身當王國土。咁據講呢，呢位天女嘅前世啊係國王嘅夫人，後來轉生為菩薩，菩薩呢又轉生為一個女人，統治一方國土。然後啊，呢個女人再轉化為佛嘅。咁呢個故事前半段呢，簡直就武則天嘅真人翻版啦。後半段又正好符合武則天嘅理想噃。嘿，睇到武則天啊十分之咁高興，好不容易終於揾到個經典支持女人做皇帝啦。不過高興完之後呢，武則天啊仲係覺得有問題。咩問題呢？第一，佢又覺得普通老百姓啲文化水平太低啦，《大雲經》寫到咁複雜，啲老百姓睇唔明噶噃。第二，呢個淨光天女嘅事雖然寫到天花亂墜啦，但係佢又唔出名，冇乜人識嘅，咁知名度咁低，就好難發動群眾噶噃，點算好呢？咁武則天呢好多計嘅，啲咁嘅小事啊當然難佢唔到啦。所以啊，佢就馬上諗咗個辦法，叫薛懷義組織一班和尚幫《大雲經》做個注釋，一定要寫得淺白易懂，老百姓一睇就明嘅。咁好快啊，呢個注釋就寫出嚟啦，叫做《大雲經疏》。咁啊，大概相當於我哋而家嘅經典普及版咁啦吓。呢一本書最特別嘅地方啊，就係將民間流行嘅彌勒崇拜同埋宣揚女主天下嘅經文結合埋一齊。根據佛教教義啊，彌勒呢意思係慈悲普救眾生，係將來繼承釋迦牟尼佛位嘅未來佛。咁從南北朝以嚟啊，彌勒佛喺民間呢就受到廣泛崇拜噶啦，人氣好高嘅。所以啊，呢一部《大雲經疏》呢就將彌勒佛同埋淨光天女嘅事啊溝埋一齊，話太后呢係彌勒佛轉世，所以會取代大唐皇帝成為人世之主嘅。咁彌勒佛化身為太后嚟做皇帝，最後啊仲會成佛，呢一個呢係佛意如此，絕對唔可以違背嘅。呢個《大雲經疏》一出嚟啊，武則天啊好滿意，馬上頒行天下，並且要求各個州呢都建一座大雲寺，寺裏邊各藏一部《大雲經》，由高僧開壇講解。咁一時之間啊，東起渤海，西至流沙，南到五嶺，北至大漠，《大雲經》同埋《大雲經疏》呢就傳遍全國各地啦。咁經過佛教徒咁樣炒作啊，一下子就將女主正位嘅輿論推向新高啦噃。嗱好啦，天降祥瑞，佛出寶典，武則天喺天上人間都搞到不亦樂乎。咁經過上上下下幾番努力啊，佢就終於得到儒釋兩大思想體系嘅認可啦。咁而家呢，天意昭昭，就爭民心啦。咁民心要點樣表達呢？嘿，民心好好操縱嘅啫，你搞幾個大規模請願活動咁就得噶啦。所以啊，喺在初元年9月初3，一個七品芝麻官侍御史傅游毅呢，就帶住關中幾百個父老復決上表，請求武則天順應天意民心，自己做皇帝，改唐為周。咁啊，同時呢
可以叫現任嘅皇帝李旦啊就改姓武。武則天早就等緊呢一日噶啦，但係又唔可以太心急噶。中國古代係講究三讓而後受噶嘛，所以呢一嘢呢佢又冇應承。咁當然啦，雖然冇應承，但係都唔可以傷咗群眾嘅心噶嘛，係嘛？所以啊，就將呢個傅游毅呢就提拔為正五品嘅門下省級侍中。哇！一下子就升咗10級。咁大家見到傅游毅咁着數，又會唔會有樣學樣呢？我哋留到下回分解啦噃。